我和郭老师两个哦，行伫咧早前荷兰人要去提水的这条路。老师讲哦，你莫看这普隆市哦，敢若足闹热的。伫咧清朝时代哦，这片其实是外国人的蒙阿波哦。但是因为买车啊人愈来愈侪啊，大的所在嘛无够，毋才会甲古早的蒙阿波拢转变做现代社区。但是听讲吼，有几个较早的蒙牌，搁藏伫咧即摆的社区当中哦。咱看卖，这个字是这边，这是后壁，对，这后边，字这是正边。字是伫头前。主人吼，叫做康威诺克斯。伊是英国人，差不多1889年迄阵吼，伫迄个清朝邵顺头的海关，伫内底做帮办，帮办就差不多即卖迄个助理啊，海关的助理。助理是海关的助理，嘿。经过100几年了后，蒙牌顶悬的字哦，即阵已经看袂清啊。毋过吼，为蒙牌顶悬留落来的线索。咱嘛会当听好了解讲，虽然打狗是一个小小的港口，但是哦，伫咧100年前，就已经有世界各国的人行脚到这个所在啊。伫咧西元164年，打狗港哦开始有外国人来遮设海关。当当时呢，英国海关的领事苏允浩原本哦计划伫遮起一间领事馆，后来嘛因为种种的变化，所来这片土地。才来变作是外国人的蒙阿波。咱行伫咧巷仔内底，有时伫咧人的门骹口，有时伫咧小小的挖角，竟然哦，拢看会到150当前英国人的蒙牌。哦，对呢。但是这是人的阳台呢。是啊。借你来一个。顶悬有啥？这 William Hawkins， 1856，下面是1880。所以是迄个24岁过身。以前就是四峡谷号这条船的船员啊，因为讲迄阵有一段时间风险较大，伊即摆用迄个细只船入来吼，即摆到迄个港内煞冰船，咱主人就是过身啦，过身了就葬伫遮。100几年前的蒙牌，记录了迄个时代一个互大海吞噬去的生命。经过时代变迁，马手仔搬入来到遮的人，嘛甲蒙牌当作是厝体一部分。讲起来吼，嘛是一款尊重甲疼惜。你看遮已经是别人的阳台啊，搁伫遮披衫，搁有遮的金炉。而且哦，老师你看遮的壁。因咧起的时阵哦，特别留一个角，对遮吼，咱就会当看到台湾人的中和。较后尾来的人孤不离中，需要踮伫咧前人的墓地面顶起身厝，咱吼甲厝体退较后壁咧，唔通甲人看头看面。100年了后，踮伫遮路途生炭的人，甲100年前伫遮过往的人和平斗阵，无相争，无破坏。因为咱拢知影讲，捌伫咧即块土地生活过的人，无论你是按倒位来，你咱拢是台湾人。老师，遮是啥物时阵才甲墓地改造建地？38年了后，迄个天后坪啊吼，有一部分有留落来，因拢无厝人住嘛。虽然那下口有墓，但是伊嘛是有所人住就好啊。而且我感觉讲。安尼为即马看进前就会知影讲，就像老师讲的，遮住的人是啥物人，遮阁有遮的墓，遮较早即个大水湾的历史，就会知影讲规个发展的脉络。